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换一个回心转意，有一种市坐伫塘边，咖啡已经凉，豆豆啊温好烧，搁慢慢啊等，敢若等着冷风叫我讲。有一种梅坐伫门边，满头的乌头棕已经腻，深深的心意天好甜，搁韵韵啊等，敢若等着月光笑我痴。还搁咧喘气，阮用10年的时间，要换一个回心转意。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99集，欣赏的是嘉义的韩文老师所带来换一个回心转意。顺利去，咱邀请韩文老师为咱来介绍这首诗创作的背景，也有这内底台语文的用意。咱这首诗有一点咱华语讲的痴痴的等。咱华语有一首歌叫做《痴痴的等》，就是讲有可能就是这个少女咧等浪子回头，等伊回心转意，佮等伊转来伊的身边所以深深的心意天好甜。这个少女啦，这个查囡仔啦，伊对这个对方呢，有伊足深的爱意，所以伊的心意是满满，是甜甜甜所以伊会韵韵啊等。毋过呢，咱才有讲到咖啡店伊会豆豆甲韵好烧，慢慢等，敢等着冷风叫我戆。人讲很痴情啦足痴情的啦。痴情对有一个人来看，讲这个人戆人啦。这个冷风嘛咧甲笑戆，那人咧甲笑戆，连冷风嘛咧甲笑戆。那冷风甲笑戆，月光嘛咧甲笑戆。月光暝，伊坐伫这个门边这个月光嘛咧笑伊戆笑伊，哪会这么痴情啦？毋过这个少女伊感觉讲，只要伊有咧喘气，就是讲只要伊还阁活咧，伊要用10年的时间，看等这个浪子回头，所以要等伊会当回心转意。这个豆豆慢慢看豆豆一个水搁一个入顶悬水加较入咱嘛是讲华语踏步走，踏
把这个足部拿掉，就变成台语这个豆啊。再来有一字深深的心意，天和地。这个天是什么意思呢？咱讲天地、天水所以这个天就是倒水倒酒啦、倒水啦、倒茶啦就是这个天，天酒、天水、天地。这个天要怎写？其实这个天就是斟酌的斟，咱华语讲斟酌斟酌。咱字要怎写呢？倒手边一字甚，甚至于的甚甚甚至的甚正手边一个稻一斗米的斗左边是一个甚右边是一个斗，安尼合起来，这个叫做斟这个斟咱讲斟酌就是斟酌啦。若伫遮这个咱讲是停停和甜，咱这是停注入倒入停和甜这个甜要怎写？3点水在一个真真假假的真，叫做甜甜和甜。这个甜就是满的意思充满填满，叫做甜。韩婉老师这首换一个回心转意，诗内底有真深的痴情。所以去，咱邀请清代台文系教授卢兴昌老师来跟咱分享伊的心情甲感受。这首这个换一个回心转意读起来实际上是感觉艰苦啦。伊伫这个所在一直强调伊有2拍是拢较同款的这个架式用痴甲迷用这来描写，有一种痴，有一种迷坐伫塘边，是讲坐伫门边等等这个所在有真侪代志拢开始伫遐咧变化像咖啡的冷气特别甲豆互温互烧，是讲这个做乌头木桩已经腻是深深的心意要甲斟酌甲甜互甜等等这伫遐咧等所以伊遮一方面就是讲一直咧想讲可能有一寡慢慢一个变化的物件，伊希望有通搁甲掠倒转来但是呢环境伊用过迄冷风也好，还是月光也好，讲你莫阁戆啦，你莫阁遐尼痴啦莫阁戆，莫阁痴安尼，所以就冷风叫我戆这月光笑我痴，用这个方式来表示伊所拄到的这艰苦的物件实际上大家感觉讲无啥物有法度通过改变啦。满头的乌头鬃已经腻，深深的心意天和地，个稳稳等，简单等着月光笑我痴，腰个咧喘气。阮用10年的时间，要换一个回心转意。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韩婉老师写诗，卢兴昌老师分享心情感受，洪昭文吟诗，专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届再继续空中再会。